交通意外你報咗俾保險公司，係咪一定佢會代表你去賠錢呢？係咪一定保障到你呢？嗱，有啲情況下你真係要好小心啦。第一，交通意外保單寫明要幾耐通知保險公司。嗱，我曾經講過嘅，好大部分都係14日之內。如果過咗14日先通知保險公司賠唔賠呢？最近遇到好多個案，保險公司都係因為遲咗報而話俾你唔賠俾你嘅。所以通知保險公司嘅期係好重要嘅。第二，通知咗佢啦，期間原來你收到一啲通知，包括警方通知你會告你咩罪行都好，你亦都有責任通知保險公司。你唔可以私下自己做決定係咪認罪，應該要通知保險公司你將會被檢控乜嘢，等佢哋決定你係咪應該認罪，或者佢哋可以揾律師去處理呢件事，未必一定輸噶嘛。但係如果你認咗錯，自己認咗罪而引致佢賠呢，佢哋好大機會因為咁呢亦都拒絕賠償嘅。所以當你收到一啲通知話要檢控你任何罪行呢，你係應該將嗰份通知信 copy 俾保險公司，真係要小心，呢個可以引致好大嘅損失嘅。